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互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工商服务时间，今日咱的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阵包括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等等所组成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也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拢欢迎你甲因直接。有兴趣的朋友，请伫网络找找录播课、录音的录、报送的报、顾客的客。感谢录播课的赞助空间。困难永远伫遐，人生的困难永远都是遐啦，无可能无啊，人袂当挂无事败。是，我还有偌济时间，你是讲你还有偌济时间？是刷咧浸，你搁浸伫遐，互咱死，互放互烂，或者是连面都行。所以吼，倒侪代志拢安尼，你敢做悲观、搁乐观拢无啥物意义。你也坚持，你也有意志坚持，讲你就是要做这样代志，你当然需要休困，毋过。你要做的时阵，连面都行。其实我感觉即个乐观悲观的问题吼，对我来讲是小可算讲是一个陷阱，就是讲，因为确实你会使回答讲你感觉真悲观，或者是你感觉真乐观，但事实上，至少伫我访问的人内底，咱拢是，尤其大陆我访问拢是做甲台湾有关系，是台语的一寡推测啊，然后对于讲延续的有关系的人，当然，大家若是无迄个继续行落去的心。其实乐观悲观嘛无意义，对啊。所以其实终其尾伊的最后，大家最后，毋管你心内有乐观还是悲观的想法，最后其实拢伫行共款的代，做共款的代志，行共款的路。而且吼，你也乐观啦吼，讲事实乐观的人袂来做台湾这个物。讲我大家拢甲人讲，我住伫嘉义，无伫台北啊，我袂来舞这啦。无感觉。你嘉义虽然讲囡仔袂晓讲，你也无去出国，伫嘉义，大家拢嘛写，我伫嘉义算。台语较后诶，较烂，你知无？我拄着迄个少年囡仔，甲伊讲两句，开始迄种真口话就出来，讲啊遮顺。所以我感觉这人就是有悲观有危机感，你才会去做一寡行动，才会去做一寡代志。啊，你啊，我住伫嘉义，去嘉义虽然是较无像台北遮好遐好个啊，毋过生活甲宜兰共款去诚舒适啊。啊，大家拢讲台语啊，就是这个家族啊，拢维持足久诶啊。啊，你就较袂有危机感。你台北有上差的就是危机感甲悲观，拢足重的对无？伊平常时我进前伫台北生活，到尾都搬转宜兰吼，做宜兰迄边的工课。不过咱伫录之前，我嘛甲你讲，我大学研究所其实拢是伫家己迄个往来田大学读的，所以迄个感受其实足明显的。我的感受甲你的感受是共款的。家己，你讲的家己，甲我讲家己是共一个家己，你知道啊？往来田，是共一个乡镇，就民雄啊。阮兜迄后壁阳台就看着中正大学，本来是甘蔗园，后来变中正大学，还有体育场，树啊愈来愈旺。哎呀，我感觉你也住家己讲事实，你也住家己就是。我住足舒适的，知影？因为有一寡台北的同学，较早大家做伙读册时，有的人是逐礼拜拢爱转的，吼，无习惯。我讲袂啊，我都一学期我转来一届尔。对啊，是啊，舒适，因为除了湿度无共款啦，宜兰足湿啦。宜兰是恁冬天的时寒人时好势，是落一直落雨。无法度，一个月正常的。啊，家己顶头是冬天上舒适，因为热天受热，迄无人会动。不过家己寒时足寒咧，夭受寒，迄是打冷，啊，宜兰是湿冷。嘿，迄是无啥共款。我拢惯势，主要热有开滴啊，你也介意一个所在，啥物拢好；你也无介意一个所在，啥物拢歹啦。其实热吼，我感觉顶多是家己的热较无要紧，因为一搭。你若伫宜兰，你会拄着讲啊，规身躯黏贴贴迄落感觉。对呢，因为你湿搁热是要求艰苦啊。真正艰苦。所以是翕掉的啦，无啥共款的迄个感觉。咱拄则有问着讲即个
乐观闭关的问题，包括台语存续的问题吼。那你真正伫咧互我，因为早起互我即个是对应的即个诗集内底有讲着，有写着一个即个是海沙乌乌，你来回答即个台语你认为存续问题，所以咱是毋是即个嘛，咱甲念过一遍？对啦吼，就是咱嘛在照班路行啦，有啦，就是讲该念互大家嘛是爱念。台语会长去，也是会搁生拖落去啦吼。这个问题我感觉是，其实一百冬以后，这个问题就是伊袂消失，伊是做永客客，伊就袂输吼人的生命共款啊。你是要有品质的话咧，也是用插讲。吼，像原住民即摆较辛苦，真正原住民较刻意，伊即摆是原住民，真正就袂输插讲共款，真正需要做一手段，互甲生命救起来。吼，刻意有淡薄是刻意，就是较虚弱，就破病啊。咱台语是本地是永客客，就是啥物代志拢做。即摆游玩是无介健康，所以敢若袂输关离枕头共款，伊无法度行出去。所以台语的这骹路无介，你讲啊最好的就是骹路无好。咱敢若去的所在，等下迄几个所在，爱加行才会好。以前台语是啥物所在拢会当去，啥物代志拢会当讲办出来。即摆变做骹路无好啊，吼，就是骹无利便啊。你会当去的所在，可能去菜市啊，去几个所在，伊无法度专登行透。所以我用海沙乌乌啊吼来讲这个情形，就是即个诗是嘛是14纸诗啊吼，14首诗内面的海沙乌乌，互影抹做白，哪豆高市，张往来款的纸，起楼靠楼，甲巴肚看真少，水流叉伫咧石头芳叶，开骹的狗有好心的抱。救人义士永远徛伫遐，徛伫遐义士永远袂晓。保暖的时，到海边行咧，心情就会较开阔淡薄啊。大海的声哨直直滚过来，鱼仔倒反船做沙咧光影。这个所在是宜兰头城大坑步道。咱若用宜兰腔来念，就会讲直直滚过来。我无想到呢，滚起来，因为迄时阵去大坑嘛，就是你头城拢是去瀑布馆甲迄个街啊嘛，其实还有一个大坑步道，佫袂歹，有一个咖啡厅。我是太太讲，咱去咖啡厅坐坐，因囡仔下晡无课落去。咖啡厅的名我知影，但是无赞助，咱就歹甲讲出来。袂歹，景致袂歹，而且我坐8点钟落来走，因做早就休困。你可能较较晚去的款。对啊，生理袂歹。遐边算迄个海豚起，石港豚起。对。所以做者新厝，迄厝佫起来诚水呢。新的厝。听讲厝价诚贵呢。对啊，毋过迄个所在就是我行的时阵，其实这有一寡屁想的意思，一寡甲苦的意思，就是讲我行到尾有一个救人的义士伫遐，伊讲离救人救。遐有狗仔伫遐佚佗，迄狗仔就是无，就是你就是海边啊迄种有时较爬远的情景啦。这就是我讲的是一个情景，就是讲你头仔问的迄个问题，就是讲啊吼，迄个咱台语啊吼，是要会当生拖落去，是活得好啊歹，其甲这有关，就是咱即摆就变做这个物件有甲无拢无要紧。这是一个上大的问题，就是伊无必要的功能伫咧。是。吼变做。你去遐就讲，有。除了歌戏啦，歌戏你无讲，你无讲台语袂使啦，袂听你。这报地就华语啊，吼。报日语的。对啊，所以这个海沙乌了，这个是一个做疗效、做青远的吼，就是感觉你无啥，就是做无聊的一首诗。吼，往来看哪头得市，其实有哪头有得市，拢无差。这是咱台语即摆情景，就是有甲无拢无要紧啊。所以伊的迄个必要性拢无去啊。吼。这个时阵就感觉讲海墘啊，非得海墘啊，无人大，你就放伊遐。所以吼，我感觉一个问题就是，家己的要紧的伊重要性，到底有啥台语离咱的生活遮重要？咱甲搁较侪人互伊知。当然想要一个伊啊倒反转做沙咧滚影，这影还有滚起来，滚啊！好，所以我有一句就救人义士永远徛伫遐义士永远袂晓。伊是个东调，伊是个铜像伫遐。即摆咱做这个台语的运动的人，就是我希望就是讲，因为咱时代伫改变，咱会当是莫是一个东调，一个意识伫遐，就是一个魔幻一个当象伫遐。是咱会当
有无共款的手路是阿弟共款，用即个拍客上新的手路，互即个台语拍开更较侪人的耳啊。去接受无共款的人，然后会使去做无共款的代志安尼。我特别介意即首诗，是因为伊上尾一句迄个鱼仔倒反转做刷咧光影，我感觉即个词足趣味的，就是电倒头编辑啦吼，到尾啊吼，因为阮迄个封面啊、封底爱搁经一首诗，编辑清风，经一首诗我错一条，因为我感觉我写甲无讲做好诶，就是要安讲，为啥你会介意即首？安尼我甲主编认知较共款，因为特别是后壁这鱼仔，我讲，因为每一个人念法可能无啥共款，然后咱后壁嘛讨论即个问题吼。伊鱼仔倒反转做刷咧光影，我感觉就是有，咱一般是听着应的光嘛吼，光应的迄个声，啊，拍伫咱即个海边仔的感觉。迄个声音是咱一般伫听去像你讲去迄个咖啡厅遐吼，伊边仔搭一间新的，我毋知是去新的迄个白色规间拢白色迄间，还是去伊边仔另外一间蓝色。白色迄间。但是讲，看录广告，看录广告，欢迎大坑遐。对，遐足水吼，对，就是咱伫遐听着迄个海洋声，其实咱听的是海洋声，咱一般咱是感讲是听着海洋声，但是你刚刚写着讲即个鱼仔倒反转做刷咧光，我甲伊规个即个意念反转过来的感觉，对我来讲是足趣味。尤其实我过去做过海巡，我做兵是做海巡。你到底做过偌济代志？无啦，做兵的时阵啊，毋是叫我去做，毋是自愿意款的啦。哦，了解。做兵的时阵不愿意迄款的，我是做海巡啊，逐工伫顾海边啊，海边啊，就是迄个时阵是伫即个纵尾迄边，纵尾，所以拢是刷就就是拢规条海岸线啊，我嘛是拢会开骑车骑到遐去安尼，所以迄时阵迄个感受对我来讲是无共款的。你看到甲海边有关系的物件，我退伍了有一年的时间，完全无愿意接近海边啊，惊落去。所以我写这你海边有时足水的。你也是讲读中山大西雅湾是真水，你逐工拢毋茫离开。问题是咱台湾的海景毋是逐个拢像西雅湾遐水，所以我去遐就是做成长台湾做者海景啊共款啊，拢是一色的，就是色水拢做普通的，啊拢做无局的，就是做无趣味的，啊就是安尼疗效安尼尔。所以你看这物件就感觉这景致已经看遐济，介无局嘛，无趣味，无啥物意料。啊，这时阵电脑里才会补一寡无共款的物件出来。是，对，你看东瓜你嘛会惊嘛？迄个深色的感觉啦。但宜兰的海甲其他所在的海有一个上大的无共款，就是迄只龟永远拢伫遐。对，所以你闪袂去，你知？宜兰的龟山岛永远徛伫遐，对，徛伫遐龟山岛永远都是伫遐清的啦。无伊寒天，差不多寒天的时候。地无啊嘛，地雷啊嘛。等讲龟山地无大水好，迄是讲看会落雨袂落雨，看遐就知影。啊，另外就是有一个叫做龟吐红，就是会吐即个红烟吼，吐红烟是即个东北季风吹过来时阵，咱头城迄边才闻会着迄个味。真诶头城，闻会着啊？足活的啊！所以伊若是闻着迄味，就讲东北季风吹过来，就知影讲秋冬到啊，尤其我冬天啊，我伊敢无闻着？因为即届最近听讲是16年来上大的风烟，但即届风烟无啥共款，伊是无风味的，无流风味的。无风味，伊是对水底铺嘛，铺出风嘛。因为伊是叫做地底火山嘛，海底火山。对啊。但是伊即届因为经过流风的所在无共款，啊有的所在是伊即个热气喷出来，但是无遐重的即个流风带出来，你无带出遐济流风味无遐重就对啊。但是其实你伫只要到冬天啦，听讲伫咧头城即边是闻会着流风味的，即风味就是因为冬天到啊，因就知讲啊，真正冬天季风的即个方向变啦，因才闻着即个味。我们那北斗迄种流风味就，北斗有风溪嘛，佫无共款。感受就无共款。在地人较知。经过海水佫无共款，经过江水佮经过海水就无共款。我真好现就是讲啊吼。啊，恁会讲好现？我讨论过即个问题，依然无人去讲好现，足奇怪。好现啊，我是讲，我拢讲好奇对无？我是讲家己一定无人讲的。啊，有一个好问者阿伯比较久岁，伊就讲好现。我伫遮度，我伫宜兰就从来毋捌听过即个。这可能嘛，毋是所有人拢讲，毋过就是。凡是有区域性。我是讲这是不是某一个地区，阮家己无？啊，我去访问一个阿伯，80几岁啊，阿公啊啦，伊就讲好现。台南主要拢是讲好现。啊，可能阮家己较我台南讲好现。凡说是遐个人，或者是后台等，这我都无。我有这是因为台语问，毋过尾啊，我离访问阮家己的时，就真正，就是我有好现，就是讲迄个，因为我就请即个主持人阿迪啊，来经10首诗嘛，10首诗。啊，甲我顶礼拜去，我顶一阵仔去彰化师大有一个陈彦君教授啊，
我嘛请伊经10首，你有2首诗是一模一样。打2首，第一首就是迄个点睛，毋是无声。嘿，为什么啊？因为你甲我疗伤完全无共款。是安那？你认为即条袂互敬着嘛？袂互我敬诗人着嘛？家己写的诗，伊介意的，还是感觉好？所以这毋是你上介意的事。嘛毋是无上介意，就是为什么会经即首啊？为什物敬即首？像我拄仔讲的，因为即部分拢是互我有依然的感觉的诗，吼，毋管下骹是写啥物物件，我认为伊对我来讲有依然的感觉。我嘛真歹讲到底是倒位啊。迄个教授讲，伊就是讲点睛，因为是教台语文学的，伊讲台语文学主要用点睛两字，向阳老师啊。是，所以这会当了解好的意念咧。伊即首诗无好读呢。你著已经好啊！你搁问我，既然啥物无就是搞雨水啊？真诶吼，是因为都是好。你只要讲着好，我就差不多感受会着讲啊，搁伫落雨啊！我今日来时嘛，搁伫落雨咧。对啊，为啥物讲即个？原来是安尼哦。迄教授我无问，我另外问伊，就是伊感觉即首诗有较新诶现代物件。像你问我嘛，你迄个问诶个就是讲，有看过其他诶台文诗，我台文诗甲其他诶无共款。是我头讲向个老师嘛，伊主要用点睛诶。以前有做者台语诶诗人，我拢有读过。是。较记较清楚，就是向个老师，因为文学性向个老师真正是真悬。较现代，譬如讲台师大教授李美清教授，我诶好朋友李长青、李长青台中诶诗人，是讲陈因，伊是演真用中华应征诶即个人，即个现代诗人大概有出诶，是郭碧莹，伊是算向拐过迄个，当讲家诗人，大家拢有读过。我感觉讲。即马较新一批是伊毋若是，可能台语无老辈较好，毋过啊逐个都是甲学倒转来了后，伊用现代诗的方式为华语学转来，甲用即摆台文系统夹做一个新的气味。所以我即个感嘛是共款，就是讲，你若是用传统的咱的台语无学过其他的即个口语语言的时阵，你可能诗写到尾就袂输台语歌。我感觉台语当然是真水机，毋过咱需要有新的物件入来。是。这新的物件，我是无希望干那为华语转过来。当然，这诗词做者拢是华语的字句，还是华语的词。毋过伫这个过程当中，你去学华语的写法，伊的手路，伊的笔路，咱甲台语自背，咱讲的语言甲夹做伙，佮加上咱即摆台文。台文有做者迄个新的字，讲是好现，我嘛是学到学啦。你无一定爱用好现，有时用好记用好，迄就是诗的考虑。到上尾就是你用你家己的精神来写吼。所以这雨的意念，我来念者，这是我去找一个朋友，拄好落雨，家己人对雨拢做敏感的。因为家己准讲落雨，我嘛无想要炸雨伞。像今日外口有落，我嘛雨伞也无炸。阮太太家人一定会炸吼。咱来念吼。雨的意念。雨珠仔意念，长长短短无相像，踏踏滴滴就爱举头看。树叶仔尾，雨在一帮线，长的是毋知爬落甲当时。底，敢若拄着熟悉，问讲近来敢好会寒无？年岁短偌济啊？行即条路，手机仔都只是倒弯。灵景藏去互洗甲筋骨光壮，互春办死的姿势拢无相共，写的、翕得的着饭风的意念，洗清也是淡糊糊，拢项鸟仔无地带，野落来就是一切，春声含迄个野山的人。我当时会特别拣即条，第一就是因为我看到踏踏滴滴，我内面用做者踏踏滴滴哦。你依然足接迄落感觉就是踏踏滴滴，当然包括你讲，当然是毋知要落到当时，确实，阮定定拢是安尼想，依然只要寒天一落雨，有一落就一个月嘛，一个月起跳，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对，毋知要落到当时。上接讲就是即个雨即届毋知要落到当时，所以对我来讲是虽然无一定地点是伫宜兰，但是。对宜兰人来讲，这就是宜兰的感受啦。落雨的时阵，所有的即个家庭拢一定即个除湿机一定爱有，绝对袂使无。嘿啊，啥拢袂搭吼。我伫家己时阵从来毋捌想过爱即落物件，但是伫宜兰绝对袂使无。啥
会使呢中昼就打，对啊，呢就中昼就打。你3工伊嘛袂打，你若无用读10机是袂打的哦。永远袂，永远袂。你永远安那摸用淡淡冷冷湿湿的感觉。对啦，啊，就是讲我这个诗拄仔写好，我就是用一寡较新的字句台语文啊，包含咱行路找路时拢用 Google 的迄个 map 嘛。是。所以有时阵你用迄个声音啊，手机啊指示倒弯，啊，就讲现在左转，现在左转。伊当敢若无，是毋是还袂有台语的版本？我毋知。但即摆是无，啊，毋过华语，我是讲。我写诗，我希望会当用新的字句、新的情景、咱新的生活，像科技来甲即个诗甲展现出来。这是我对台语诗，我希望会当做的一寡代志啦。对，因为拄则你有讲到讲即个台语，希望伊有一寡新的物件入来吼，凡是伊开口甲过去无共款。我相信包括就算我讲，我会使全台语讲话，嘛无代表讲我会讲话开口甲过去的人共款吼，因为咱每一代的人接受无共款的环境，无共款的教育，有新的物件入来，我认为这拢是对每一个人拢有一寡影响。当然，我真认同讲，慢慢啊，你无可能永远拢要求台语甲过去一模一样，我嘛感觉这是无合理的。我抄药啊咧，我阿嬷即摆无啥人无啥认得出来。抄药我若爬落拢袂晓啊，我阿嬷会晓家己怎抄药啊呢？对啊，所以我认为即个物件，你若要伊继续发展落去，敢若活的物件共款吼，甲一个生命共款，伊就必须要学会晓新的物件，就敢若人嘛爱对时代共款，学会晓新的物件。所以我讲，甲无共款的即个概念，毋管是旧的、新的，甚至你家己重新来变成合成一个你的物件，放入内底，我讲对我来讲，确实这种是一个真好的代志。就是台语，我嘛足希望大部分，毋管你今日听这节目是要学台语，或者是讲你本来就想听台语，或者是啥，毋管啥物原因，我拢希望讲大家有迄个感受，就是讲台语无可能永远拢甲过去共款。咱希望台语要延续落，要发展落，会使用甲过去华语的思维无共款的方式，当然啦，伊会使更较多元吼。那多元毋知意思是，伊会使有更较侪无共款发展的方式，甚至同时伫发生拢无要紧。啥物拢写啊，咱拄着的情形啊 ，Meta 对无？对，讲 Meta， 嘿，就是无要紧，你著甲用，伊自然伫市场当中，伊自然慢慢就会变成讲某几个留落来，就是这几个留落来。啊，你伫咧即个过程当中，你要安怎使用拢无要紧。我特别注意到讲，你当伫念即首诗的时阵，你嘛是念宁静。有人讲宁静，有人讲宁静拢有啊。嘿，但是依然是念宁静。我们所以咱是较讲究。所以我就讲，即个物件，我有发现讲，包括你伫写 Facebook 的时阵嘛，会有三不五时会提到讲即个腔口的问题吼。我发现讲你对腔口嘛特别有兴趣。咱较新啊，上好去宜兰腔，咱算老江腔嘛，我算家己遐算较新的啦，新江腔。所以我定就伫我家己伫做即个说明时，比如讲我伫发即个文章的时阵，我除了做节目以外，每一集其实我拢至少会搭配一篇即个文章伫咧 Facebook 顶悬，就是针对即个节目内底延伸出来一寡可能是个客家话、俗谚、俗语，或者是腔口的讨论等等。其实是因为我对腔口即件代志，我感觉上趣味的就是，即就是咱讲多元。我有当时会小可无介意讲，比如讲所有人拢用，当然你今日无法度你是。台语无介好，你必须爱有一个标准会使学的时阵，教育部的规矩教育部的推荐你会使使用，我绝对无意见。但是你若是原本有家己伫使用台语，甚至你若知影讲你家己原本的所在，你在地台语的用法，其实用等于你家己在地的用法是上好的，因为咱敢若听人讲话开口，大概也就知影讲你是倒遐人。对啊，因为阮即个呢，咱即个拢去互南去嘛，看电视啊，看诸葛亮，看听聊天顶啊，啊到尾也去外地发现讲，虽然大家听得出我是家己腔，毋过阮母啊、阮爸、甲阮阿嬷无共款。比如讲，阮阿嬷讲两个，毋是讲两个。啊，既然我毋知即摆有无两个，无依然袂安尼讲。台湾中部讲两个。啊，我是阮老爸，因拢是江腔，即摆搁地，啊，即摆拢南做，比如讲上好。像阮母啊，拢讲翕相，毋是讲翕相。伊咱嘛是翕相。对，所以啊，我尾啊拢学，我讲的拢是翕相，表示是叫由细 Q 去南。所以我就即摆拢甲学段，比如讲我是写，我一直讲写批，我尾啊发现写批即个音是泉州腔啊，阮母啊讲写批。是。嘿，啊，因为咱是流行歌拢是无字的批信嘛。是。啊，所以咱叫南去啊。我无去听到讲啊，阮厝里人讲是写批，喙批啊吧，毋是喙批啊吧。对，无错。所以
上趣味就是讲，阮还有一个老将，比如讲我有一个迄个黄进兰，就是活水来切吧。我知影。伊是逐骹诶人，因就是靠我海口去转腔啊。伊讲伊有一个伊家中有一个面向的同学，伊讲即个教你钻。伊讲还有一个老将腔伫咧。阮无我迄个环甲迄个梅是无，毋过有一个音搁伫咧，我甲伊装诶，装诶就是甜啊。阮是讲转诶，甲宜兰是共款诶。是，我无尻川啊，阮是尻川。毋过有一个音甲宜兰共款是转。对，但阮真侪即个音保留落来啦。吼，宜兰过去因为主要嘛是，所以我定讲是安那会讨论着腔口即个代志是，这甲你过去迄个所在诶历史有关系。比如讲过去是安那宜兰目前佫保留遮侪漳州腔，可能甲伊诶人口组成有关系。我九城内拢是漳州人，有些恁诶所在叫围起来啊，是包括你诶交通，包括你诶人口组成，就是当初是即个200多年前五沙带人来诶时阵，伊九城就是漳州人，漳州就是优势。你潮州人虽然东山真侪潮州人，但是有33公庙，但是潮州人本身无讲客语，伊毋是伊虽然嘛叫做广东，讲做客人，但是因讲潮州话是较歪。即个咱的漳州话，因为因本来就无远嘛受到遮影响。但是当然，一般啦，我当伫录音的时阵，大部分时阵我嘛是用较大家普遍听有袂听讲我规身躯水水软软的，因为我真超工去用即个宜兰腔，互大家有啥听到会研究安尼。所以我就来讲啊吼，我有即首诗较共款，甲迄个江苏台共阮教授讲啊，是 Q 字卡。敢是因佮好有关系？毋是 Q 字卡，是因为这是下一段吼。譬如讲，我互你的时阵是10首诗，即个时段有顶半部甲下半部嘛。下半部 Q 字卡是咧下半部。即个 Q 字卡我会讲的是因为我感觉即个用字文学性足强的，甚至是会使你若想要写诗，想要写一寡较文学的物件，时阵会使学习的一个方式。对啊，迄个 Q 字卡是因为我有一摆哩读一个册时阵讲 Q 字卡，就是华语讲的韵部。你要写诗的时阵爱倒句嘛，倒句爱 Q 字卡，较会下韵啊，较会押韵啊。所以我讲Q 字卡足水的啊，咱就是要 Q 字卡 Q 共个韵部，这诗较会押韵啊，较会水啊。所以我用 Q 字卡啊吼来写这首诗，我来念一下吼。Q 字卡，去互青光雨破掉的春天。可比地后仔车倒，诗无过淡去。我随行出去，四界去找博眼的字来倒句。天顶来怎安怎，就是袂搭。所有规排的花，伤济若押韵，一蕊一蕊开啊。我伫看即首诗哦，真感觉足趣味的。你比如讲即个诗无过淡去，你会感觉讲敢若啥物物件真正咧摊开迄落感觉，我有淡去啊，都一个真特别的迄落感觉咧。所以你头壳内会看你读即首诗的时阵，头壳内出现即个图像的时阵，就是我认为讲，我想要即条经即条出来，有即落感觉。对啊，如果我甲一寡咱写诗，就即个其实过程是写咱人去找灵感啦，咱写诗会找灵感。过来就是讲，咱要写诗的时阵，拢有一寡，比如讲倒句啊，迄个 Q 字卡押韵啊，我话即个写诗的一寡基本的一寡技巧甲写手路，甲变做一个情景，一个去落雨了去找灵感的即个情景，出门一定灵景，即个情景啦，一蕊一蕊开啊，花就一蕊一蕊开啊。我这诗较古锥啦，所以我毋知就是你家己感觉你较介意的诗，可能有一寡心思是我家己在所介意的诗，甲外口的人吼，介意无？这无意外，毋过。即个嘛是安尼。但是 Q 字卡有一个真趣味的所在，是即首诗其实是做 meta 的，但即个 meta 毋是伫讲咱讲元宇宙吼，meta 其实伫咧毋管心理学、社会学，还是我即边我家己学的学科吼，拢原本就有 meta 即个词啊，伊指的是伫讲，伊若华语讲做后设，后设就是讲我甲人抽出来，比如讲你打长伫思考中，我即首诗要安怎写才会水吼，要表达我的意思吼，我就当伫 Q 字卡，
另外一个你抽出来，你看即件代志。嘿，后生你硬要讲后生嘛是可以，但是我相信，那讲台语可无一定完全知，但确实无毋就是后生吼。所以另外抽出你另外一个你家己去看即个情形，甲即件代志写成一首诗。诗的过程，我要写诗去找灵感，写的过程变做佫是一个情景。对，你写诗的过程变成一首诗，所以我讲即个过程非常趣味吼，这就是后设嘛，meta 这种都 meta。你无讲我拢无想到。所以这首诗真趣味，我认为伊是足特别的一首诗。我伫看到虽然讲伊短短啊，但是你会感受到，敢真有一个人抽出来，你看即件代志，甲即件代志佫变成一个作品，迄个感觉。哦，多谢。我讲这是伊上特别的所在啦，吼，你讲即个扣字卡的代志。咱都有讲到教育部用字即个问题，吼，都有延续即个问题。因为你伫选字的时阵，当然有的字我确实我伫查的时阵，确实伫教育部的书店找有，当然有的嘛有找无的，吼，拢有。那我相信你嘛做真侪功课伫咧用字顶悬，但是只要讲到这一定是会接受到较，毋管讲敏感的话题啊，是安那吼，就是伫咧台文界，咱只要小可做一手功课，一定会发现即个现象，就是讲无共款的山头真济，吼、啊山头甲山头之间的即个互相看袂做你的情形嘛真济。我定定看即个面，即个面，迄个做台文拢有济嘛，啊，因为我已经5、6档啊嘛。啊，拄开始我即个所有的即个字文，我拢写伫台语或日字，我拢有讲过。是啊，主要就是讲你即个你甲无论是白话字，你汉罗，还是转罗，还是教罗吼，啥物各方面拢要紧。你甲一个系统学透了，其他拢毋是介大的问题。我感觉就是我有写我家己的系统，毋过我去看其他的系统时，拢毋是介大的问题。袂输咱即摆学文嘛，你是拍排球的，你是拍羽毛球，你网仔球。你是迄个体操的，啊，你是啥物各方面的？你甲家己的做好，你无可能逐项拢会晓。对，你就戴资颖，我都拍羽毛球。伊虽然乒乓拍了袂歹，毋过绝对拍袂去恁宜兰的林文如嘛，对无？嘿啊，我无意见，我拢无意见。一定是拍袂过的嘛，对无？无共款的物件，无共款的物件，所以你的系统你着家己做好，做甲上正出着，是吧？做甲上好的时阵，其实这拢是。体育内面拢是伫台文内底，所以我感觉就是华语讲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啊，咱一人有一骹走，啊，咱就好好甲即个财主学好。你愈做就愈济，重点咱即摆毋是家己的问题，其实是安怎甲混互看。所以我要念即首《心正义38》啊，吼，嘿，这就是我有即个意思啦，吼，《心正义》吼，即个38吼，有志咱伫遮相识。共车头离开，笔册线路，你的命令是我的航班。免烦恼，死家己会来。你踮啥多，我伫车手角仔一条椅仔，哪看景致，哪酷酷咧行。共款的意志，遥远的理想。你的创帮是我的美手。未来车头会甲所有的线路靠做伙。有志，再会，咱后摆再会。心正字。38，咱伫讨论即个山头的问题吼，当然确实即个回答我讲相对保险，就是确实大家虽然拍拼家己的是无毋对吼，但是咱单纯就汉字来讲吼，比如讲我当然必要的时阵我嘛会写台语，我嘛会晓看晓用，我嘛是开始做这节目了解去接受的，但是我家己伫写稿的时阵，我是拢以汉字为主，都会出现讲。共款即个汉字，我要讲即个物件，每一个人讲法拢无共款，而且因彼此之间拢会互相讲对方讲毋对，这就是啥物歹听话拢有。这就是语感啊，就是讲即个物件是有较复杂，毋过就是甲腔口共款。你爱家己的腔口讲好，你袂当讲你的腔口毋对。啊，你家己的腔口讲好了，咱共款拢是伫台湾，开发无共个腔口，无共个广播节目，你就组成一个台语的家庭，还是一个社群，还是咱规个国家，所以你是讲宜兰腔，我都欢迎你讲宜兰腔。啊，以前我嘛访问过鹿港的人，你讲你爱讲鹿港腔，我讲我的家己腔，迄就真趣味。纯鹿港腔你听有？有啊。完全的鹿港腔哦，嘛袂当讲100%迄个8成啦。我访问过几个鹿港人，鹿港人，对啊，台湾的腔较理想的就是宜兰腔甲。是，人讲光谱的两边。对，嘿，这就是所以我有一我正泉州甲老漳州，我一直是要做一个节目，就是纯的宜兰腔，甲纯的鹿港腔，老的哦，是鹿港腔有新，鹿港腔有南去。
两个后伫空中咧开讲，这是台湾腔口离上远的啦，这是上趣味的。我意思是讲，你用字袂出你的腔口，袂出你对做者意见。这么现在社会，你家己的系统发展得好势，啊，你放伊这个市场内底，你若是做了好，还是品质好，你家己都有家己的起草。比如恁菜市啊嘛，菜市啊啥物拢爱卖啊，你无可能干那卖衫还是卖食的。是啊，有的人就生意做好的啊。伊是煞卖伊咸话，伊是砂锅鱼头。你家己品质够好，嘿，啊，你甲做，当然有时阵好甲歹，有时阵是市场决定问题是。你家己甲做啊好了，你就做大个起草，大家就会知影即个物件。比如讲，恁去恁南北馆。啊，就去的就是食扁食嘛，嘿啊，就去买牛舌饼嘛，对无？嘿啊，因为当然有诶是伊较好运，有诶是真正做甲做好起来。嘿，所以我感觉就是用字诶问题，我感觉毋免牛条来斗牛某啦，咱爱向外口，你家己去揪，一个人去揪10个，伊袂晓讲台语，也是毋知台语。一个人揪10个，落来了，即个人家己会去选择，甲先甲人客意入来嘛，对无？先互市场做大了。市场安怎决定，互市场家己去拣。对，其实拢毋是咱话就决定的。你安怎整甲半步，我整赢，哈哈，我是无效。是这个就是这个市场决定的。所以你爱骨力拍拼，我嘛是甲你共款较汉字吧。毋过你一寡字的时阵，我永远是用罗马字，因为较好势。我这个人较实在啦，阮处理做生意，所以我讲啊，好用的、读较通的、较好势，我就用这个。好啊，汉字可能是伫咱台湾这个现实的社会较用会着。啊，去内面甲罗马字豆豆啊用入去，甚至是汉罗笔，我讲拢做好个啊。咱就看人的本事嘛，咱来推销出去。我感觉这上山像你的 podcast 即马台湾有超过1万无？有，应该有。对啊，有诶就是第一名。是。啊，你搁伫拍拼，会趁钱诶，就迄几个啦。对，大家来拍拼，毋免去家己，你拍起你来搭来搭去嘛，无意思嘛。对啊，其实逻辑嘅 podcast 都是无即个问题。你去搭迄个阮教材逻辑嘅 MCJJ， 迄有啥物意义？对无？恁两个族群无共啊，所以拢是台语诶。我真爱听伊诶节目啦。对啊，我甲几个我定等伊遐讲，就是讲，大家恁甲王家卖，大家都做合配。3刊做伙来互即个标起，大家做伙。其实我嘛是感觉讲，我有当时嘛真，我毋知要安怎去形容哦，就是遮个无共款的伫做遮个研究的人，针对凡说共一个字，比如讲骹，咱凊彩也记一个吼，骹即个字，人的骹，可能每一个人的讲法都无共款。比如讲教育部的即款写法吼，伊是写一个足字边，搁一个交通的交吼。对。那我其实嘛看过真侪人是对即个字用字有意见的。那一般你讲个人，比如讲啥物学者啦、啥物研究者，伊要提出啥物问题，凡说拢可以。但是你今日教育部决定用即个啊，吼，都会出现真侪人会认为讲，啊，你教育部无做到真正该做的功课，吼，有人会安尼认为啦。不过确实嘛，像你讲的，其实。目前啦，因为第一是，我嘛认为讲教育部毕竟伊写的是讲推荐，吼，伊嘛毋是讲我公定的，毋是讲你就爱用这啦，毋是讲你拍一定要用这用这你要用就用这啊，就变啥物事，你要用叫甲叫拢会当啊。嘿，其实到尾会使讲，最后嘛是要回归到市场，我讲这是最后咱嘛是爱面对的物件啦。我想讲这就是讲，你也搁时间搁伫讨论这个是这个骹要用迄个打字字要用叫甲。有啥无共款？你就无得写 Q 字甲即首诗啊，因为你搁伫讨论，搁伫验证你即个骹到底要用的。啊，问题是我感觉即摆的问题就是，即摆就是你爱来 Q 字骹写一首 Q 字甲即首诗啊。啊吼，有一个好诶，就是我用朗读，我用朗读念读。是，你念即首诗诶时阵，你袂去看汉字。你听伊写面就知影是迄个字骹。你知影啊念，甲来讲，你要用啥物字？我讲这是另外一回事。对啊，所以我有念头，就是讲，咱会当甲即个用字放一边，咱来感受，咱来听扣字甲即首诗，感受讲，扣字骹即个情景，即个meta，即个后设，吼，咱用即个台语上，其实台语上强诶，毋是即卖台语文，台语佫无够用，咱来承认，咱台语诶开口。腔口声碎，赢华语甜甜，咱为什物？咱就用这个，所以我要念读啊。你读台语听无？毋过听过我美台这声面有着了，大家吼，毋是困去，就是足感动诶。我讲这就是嘛，拄好延续着我想要问你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你认为学台语，比如讲咱讲
听讲读写吼，毋管你要搭一个坑台生啦吼，每一个人学语言的方式无一定共款。那对你来讲，以台语来讲，吼，有啥物款的方式学台语，你认为才是上好的？上好的哦，就是上好就是咱厝里讲，学校嘛讲台语，电视嘛讲台语，环境嘛对无？就是咱的我有一个模型啦，就是批模，就是上基站的，就是家庭、社区甲学校三位一体。啊，顶头的基站就是政府、学院甲迄个媒体合作伙。啊，中是啥物？就是咱的商业的社会，一般的社会。啊，咱基本上爱为基站的处理家庭、社区，基本上这两个拢较无同，尤其是宜兰。啊，学校即地可能因为拢华语有一个共同语的问题，以后豆嘛有，即有台语课，有迄个母语课、本土语言课，以后可能这有台语学校，就即有学校已经是14已经是迄校拢讲台语啊。这是一个基础环境。啊，上顶头就是因为咱做侪语言的嘛，政府爱多语的迄个精神，学院啥物语言拢爱研究，台语是一部分。媒体即马台语电视台啊，做侪种商业电视台，讲其实一部拢讲台语，因为有市场。会听你都，迄就是拢无正啦，嘿啦。啊，咱商业社会其实做伫公司，你做总铺在啥物，讲台语，你讲其他语言，你不爱拍袂入去。所以我感觉就是爱有一个，咱互即个语言吼，拢有法度徛起的所在，即较是健康的环境。啊，以前因为政治的关系吼，台语的骹路无好，啊，咱甲骹路拍互通。啊，台语拍互通，袂影响着，袂去碍着原住民及迄个客语，甚至于原来语，因为这是逐个是一体。你台语拍互通了，学台语我学做好，阮查某囝仔母语课，伊就无学台语，伤简单，伊去学客语啊，佮海陆啊，佮是地金啊。我最近嘛伫想讲要来学客语。对，所以啊吼，台语用啊吼，伊袂去像以早，因为迄族群的关系，因生活空间有限，咧抢资源。即马袂台语学了好的人，逐个拢会去学。客语，学原住民，伊等到佫会种语，因为讲一个无够呢。啊，像阮查某囝就去学客语啊，我就对伊学啊，伊佫教我海陆腔呢。嘿啊，这是一个啊，因学校佫有排原族的，我佫有听迄个阿伯的歌，这是对逐个拢做好。啊嘛袂因为安尼，我就讲无爱讲华语，我嘛有写做者华语的文章啊。道语是逐个拢做伙伫即个土地，拢会当过来做好。你有伊个空间，该有的物件。逐个拢合好，毋是讲有你就无我。对，迄是古早的精神。咱有新的台语精神，就是大家合好做伙来拍拼来开心。我认为确实是爱摆脱过去迄款的迄款想法，就是讲，比如讲，啥那都咱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语言，大家才有法度彼此来互动吼，才有法度来讲话来创啥。其实确实无一定是安尼吼。岛语的环境，以目前我家己伫看，其实我。过去嘛无讲介注意着即个问题，对我来讲台语就是我本来就晓讲，我就是安尼用尔，吼，华语我就安尼用。事实上是，等到开始伫做台语的单元，吼，台语的故事即个单元了后，甲慢慢去观察去发现讲，好，语言确实有拄着伊的困境、伊的困难，但除此之外，咱对语言的想法、范式嘛，需要有一寡调整甲改变，甲慢慢甲知影，讲原来等到是。咱甲这个语言当作咱讲母语的一部分吼，所以学习母语其实学习的是母语，毋是干那台语。你自然会去找你家己的根，比如讲咱凡说凡说宜兰人以后有机会，我嘛希望讲会使学即个感仔兰话，对啊，感仔兰有人会晓讲呢，无讲足济啊。主要是伫咧即个花莲的即个新社部落，刷去遐嘛，对。啊，一部分伫咧壮围迄边吼，即个吉里板社有佫重新伫学转来。来，你够来行诶，对，够来。所以这物件，我家己伫做这一寡在地诶风俗啦、历史，就是希望讲，嘛是希望。经过这物件，你去看现代，绝对毋是讲，干那要叫你看古早人，已经人拢无伫你遐物件，是会对应着你即摆的生活。吼，你甲伊对当的生活有无共款的感受甲想法。吼，比如讲，我之前有做一集是做即个。宜兰溪南溪北的200年的心结。对，迄足精彩。迄就是200多年来是我家己的观察，为观察开始，就是你有一个观察，为即个观察开始出发了，你会开始做一寡研究，开始甲人猛开讲，你会慢慢有一个家己的想法，开始你凡说搁做进一步的研究的时候，你知影讲一寡近代的历史吼，包括日本时代，包括啥，慢慢甲一段，是，这上出名甲一段的物件，拄开始我毋是讲完全拢做出这款。但都是我规个成长过程中一丝仔去接受，最后
发现讲遮个物件，你只要有心去看，最后你甲全部甲放做伙，你发现会排出一个，敢若即个图共款，全部都完整。你知讲是安那有即个心结，为200多年前开始。一路一路发展，甚至连台中即个平埔族巴仔族嘛，走到遮来到了。对，吼，这规个都出来，这规个图规北图，你知讲啊，原来是安尼。所以阮阿弟的即个台语吼，一部分我教互你啊，历史啊，我拢大量啊知影，毋是甲伊了解甲伊深啦，吼。有当时甲我家己接触的物件嘛有关系啦。好来咱拄则嘛讲着讲即个学台语，你认为上好的方式嘛？但是你拄则主要讲的是讲咱即个环境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那回归到咱个人来讲，今日比如讲我老爸老母都无啥会晓讲台语，尤其当少年人吼，你讲老爸老母本来就无啥会晓讲，甚至嘛无伫讲。但是我有心想要甲家己的母语，至少伊可能还佫认为是母语，想要找转来。个人来讲，你认为什么款的方式是进入即个台语上好的方式？除了听 podcast 以外啦。我就是讲，这有心就好啊。你头讲啥物，爱一种语言较有沟通。做者咱台湾人嘛，叫外岛人啊，伊嘛无啥讲这个语言，人感情嘛做好，囡仔嘛生几啊岁啊。这语言嘛讲，我拄着做者母语家庭，因家己嘛讲我台语无啥讲啊，嘛是拢有调调啊。人有心咧做，囡仔拢讲较好。囡仔讲较好，就会牵口个牵成伊父母。我感觉上好就是第一陪，即摆就是手机啊。上好方式就是一支手机啊，你点台语面册迄个面粉袂种伊啊，啥物拢甲点去，拢甲试。逐工听咱的阿弟吼，也无来开讲对无？阿弟开讲对无？台语电视台有网络即摆要学台语，像学英语、日语甲资源足济。是。你也有心，因为我拄着足济迄种母语家庭，爸母无啥讲。因为囡仔好啊讲到尾拢我都主持节目啊，佫上电视啊，佫写做一台本。我感觉你第一步去用你的手机啊，无论是推特啥物件，拍台语2字，加10个社团，是咱阿弟共款啊。本地做这嘛袂去想遐济，尾啊就入来咱台湾即个新的办事性的潮流，就是岛语的。对，青草丰富的这个世界。对，我希望是即款的。伫咧每一个访问当中，其实我嘛拢会真侪收获，就讲像即个想法嘛是伫顶届甲即个奇幻真台湾即个绘本的制作人伫讨论的时阵，阮两个到尾一个结论就讲，其实搁较多元、搁较侪语言的社会，其实对台湾是搁较好的。我讲颠倒是会搁较和谐。我讲一个秘密啦，因为我今日读册嘛，岛语的家庭拢是，莫讲成绩较好啦。背景拢袂歹，因其实过啊个诚欢，因为爸母是开通，是开明的，是迄个文明的，所以伊对囡仔教育做注重的，爱伊去关心伊的语言，就会关心伊的心情，伊的发展。所以我感觉就是就我知啦，即摆会讲爸母啊，少年爸母会讲台语的，客语、原住民语的，拢是背景诚好的，诚有知识的，嘛较有资源去重新甲找转来，或者是保留落来啦。对，所以我感觉。这2-3档是会爬起的，是较乐观的。尾也拄着啥事我毋知，毋过所以我讲阿弟这个时间是对的。什物奇幻真台湾，迄早嘛毋知有伊啊。我嘛是5档前开始聊落去，即几档补出来收济，我看袂完。我甲你转达一届有，但是以早我就是逐工拢甲你答，即嘛无法度收济啊。我甲你答一届就好，互你家己去处理。真感恩，对吧？因为什么收济，收迄个奇幻真台湾非得逐工拢有啦。真正是，就互伊愈来愈济。开花啦，你开花，有一个花园，有一个花园做水的，我就可能就是长期拜拜，我就要来去，我要做别行啊。我讲，我得讲花园啊，花园啊，你要食饭。你拄讲着我特别来去，这嘛是我最后一个，我无写伫稿内底，我想要问你的问题吼，就是讲。你伫即个有啥的版本内底吼，伫龙头版本内底，真特别是，我会记应该是即首嘛，有每一人拢念一遍。你啥来专工经即首互每一人拢念一遍？就是讲我这就是规诗集的精神，就是飘撇，我都要来去。是这个诗是算规本110首诗来讲，意思较清楚，用字嘛较简单，念起来才顺。我就是我即届就8配音员。这配音员拢念即首诗，做算轮后啦，就是较送者，较去做后壁的配音，嘛是我用8种的声音，而且有查甫安尼，歹势安尼安排了，互你去比较讲无共人的查甫，无共的年岁，无共的背景，无共的开口，
无无管心靠，情，无有诶是专业诶配音员，有诶就是音乐人，有诶就是像我即种是素人，无共款，互你去比较讲共款一首诗，无共款诶念，伊嘛袂输一块镜共款，反而照出你原本诶人。所以我感觉读诗有一部好，就是你毋知这个人到底是好人歹人，去念一首诗，你声音甲录起来，加听几解啊，你就知这个人诶个性是安怎。会当甲伊做伙无？我讲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技术咯，可能爱请大家若有拄要交往的吼，若无拄着迄款会拍人的吼，所以这以后要交往就先念诗。我到尾啊，就是讲我对声音文字甲声音较有趣味，因为以前嘛主要电台，我感觉声音一个人的声音袂走闪去，真正袂走闪去。你也是讲影像迄种用假搬戏嘛，是因为技术最好。因为演员拢已经练过啊，咱台湾有练过声音的迄个功夫的迄个训练的配员少的，因为3-5档，是，所以声音袂暗砍字，袂走闪去。所以啊，吼我拢会叫人来念这，我就听较一解，就大概知影这个人个性，这个人是故意，还是甲暗砍去，声音真正互你袂走闪去。因为有声音的训练过，会当甲暗砍的人足少的，大家拢无注重声音，互人知，互一般的人拢是讲啊，我要共骗人啊吼，我拢是表面啊、适度啊伪装，伊无去注意到声音其实互你逼空。对，一般人较无接受声音的训练，足少的。是，所以啊，演员啊、伪装迄足济啊，迄也无啥。所以啊，最后来，讲迄2点钟会忝，我就要来去啊。啊，我来想要念一解，若是咱节目有法度，咱去即本册有一个 QR code，有8种声音，是8种声言，8种感情，你也比较无，嘛会比较讲无共款的读诗还是念诗的迄个技术甲功夫啦吼。啊，上尾啊吼，即个甲阿弟讲拜拜啊吼，顺畅就要来去，差不多时间啊。好来，我来念吼，我就要来去。咱对幸福的日物。是饱甜的色水，或者甲无必要的放掉，较赢一流点睛。规丛的果子真好，叶啊落了了，春影嘛好。透早走表出关后，天光甲垃圾想的我西前，手吟一本手指谱啊，笔甲家己掀开，坐火车来去。后一站要写的，毋是介要紧，饭堂仔的景致，我就要来去咯。我感觉用即首诗来做结尾，拄好。收尾好，来做一个收尾。吼，咱当时间一录到，咱实际上录几点钟，我毋知影咧。2点钟，我要2点钟。你要破坏记录啊？毋是记录，毋过差不多是记录。应该差不多啦，吼，我惊大家听到袂忝。我实际上加应该嘛，因为我一般真少加物件加掉，所以拢差不多，都差不了偌济。困袂起的时阵，当来听。所以咱今日的时间嘛，甲遮差不多啊。吼，那就甲请咱的郑老师吼，郑顺聪老师甲咱逐个所有听众来，最后有啥物话想要甲大家讲一下无？是讲，除了买册以外，买册应该我就是要讲这个，无啦，我是讲啊吼，来读诗，无论你读啥物诗，我感觉是，我希望即本诗集就是用声，咱即摆拢是视觉看的时代，是，咱啊足忝的，你袂感觉足忝足闲的，咱就稳稳啊恬静落来读一首诗，来听一首诗，声音互声音的力量，台语的力量，迄种安达咱心情，吼去听即个世界迄个以早古早人即种心情，互佫转来，希望大家做伙来念诗。好多谢郑老师大家若是听了即集了，有啥物款的想法啦，啥物款的感想想要来分享吼，你拢会使伫，毋管是 Instagram、Facebook 还是还啥 Mixerbox 顶悬吼，还是即个 Apple Podcast 的即个评论内底，拢会使留话吼，或者是直接去找郑老师吼，去找你查伊名嘛，查对，嘿，去面册内底嘛找有伊名。咱会使来留话，甲大家甲阮分享你的想法，吼，咱今日节目就到遮，感谢你，好，拜拜，拜拜。